观众朋友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绝版赏析。上期节目呢，我们介绍了一位不幸早陨的越剧名伶小丹桂。今天呢，我们将介绍的是当时同样被黑暗社会和势力吞没的两位年轻的生命——马章花和芝兰芳。在越剧史上，有一些有名的旦角，也有一批有名的小生。在30、40年代之交的时候，曾经有一颗闪亮的明星，就是马章花，升起在乐坛的上空。马章花也是越剧故乡嵊县人，他是西乡的马前村人，是1921年出生的。他在10岁的时候啊，先在邻村女子文明化妆团学艺，然后呢，就进到县城，就北门外这个迷信寺的一个金花舞台学艺。他第一次到上海是36年，在永乐楼，就永乐茶楼演出。后来的时候，1938年，就是孤岛时期呢，再次到上海来，就是在大来剧场。那个时候就是和袁雪芬合作，袁雪芬是旦角，他是小生。最初在剧场门口他是挂2排，但很快因为他就是唱得非常好，很受观众欢迎，就变成了头牌。因为马章花呢跟我合作了3年，我跟他2个人的年龄他大1岁，我小1岁，他17岁，我16岁。在抗日战争第2年那开始，2个人是我们科班请来的叫科师，跟我做搭档的。当时在上海呢，就是说越剧班子啊有4、5班，我跟马章花最年轻的一代。那个时候被誉为什么新帝新后了什么。那马章花这个人是不报税的。我们当时唱电台越剧本来唱电台没有的，过去生确是有的。那马章花呢，他第一个提出唱电台，一面为商品做广告，另一面呢也是宣扬自己演出。说当时马章花这人生得很漂亮，她也能文能武，扮相也好。他那个演书生那个，他甚至演小丑都能演。我们在一起的时候那时候都演的楼头戏，那个楼头戏完全依靠自己的才能去发挥的。我们2个人可以唱得停不下来。马章花呢，在唱腔方面是非常有特色的。他是唱4宫腔，但他唱4宫腔呢，他唱的风格呢是非常的放松，非常的舒展，非常的流畅，吐字很轻松，旋律性很强，而且带着一种真情的实感。马章花曾经留下了2张唱片，一个是《士林记他》，一个是《珍珠塔》。我们听听他的唱片，就可以感受到他这种独特的风格。他这种独特的风格，后来对越剧的小生当中很有名的一个艺术家，就陆锦花，影响很大。我们现在很多越剧的观众很喜欢陆锦花的唱腔。陆锦花自己就多次讲过，他的唱腔是最初学马章花，受到了马章花的影响的。我们也可以感受到他们在风格上有很多这个相近的地方，有一种承继的关系。白日上下，为我来封建一呀的，可怜良心清心的，当地为大贪贼，天不外国来去呀的。
我儿女不娘子啊，虽是不经理非的，到今在是啊叫归了的拉的，不然来咱谋他的，一辈子到了年上是大的，良心不行为家罪，而今愿抛弃功名义，必然对。潇洒的扮相、流畅的演唱、宽广的戏路，使马章花在上海闪亮般的红了起来，由此获得了“闪电小生”的称号。台上的马章花使无数观众着迷，台下的马章花也是个性鲜明、泼辣而善良。我的父亲像的名字就是马章花大姐给我带上电台在观众中的影响，那是具体培养了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。有一次呢，那个时候还是新唱堂会吧，因为我是演花旦的嘛，那么就是有一次叫就是双之凤啊，有个倪凤顺茶，有个小姑娘，那么也是这支戏吧，她是演文笔正要去买身，找买婆家里有个女儿，那么倪凤嘛，就看到这个书生嘛，茶呀就烧不好了啊，就是喜欢这个书生了。那个时候他在就是我们酒店啊，就是有个台，那么就是人家就唱堂会吧，不让我进去，门口啊酒店不让我进去，因为什么呢？我是一个孤儿，我身上的衣服啊，应该讲很旧，就现在讲就是破破烂烂吧。我拿一个化妆小箱子，叫我坐在门口，就是像叫花子一样，不让我进去。后来马章花大姐她怎么走灯有灯没有的，她到门口一看我坐在那里，她说你为什么不能进呢？我说他们不让我进呢，是我要饭的，是我衣服破。他一起把自己的一件大衣啊脱下来，把我披在身上，骂他的狗眼看人低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也不能忘记那个时候我肺病啊，我父母都走了，被炸来了，但是我已经那时候已经生肺病了。那么我妇女病呢也是比较严重，但是我没有衣服，就是冷啊，也没有钱看医生。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毕业啊，只有拿11块钱，11块大洋。可是他叫我看医生啊，慷慨解囊给我5块钱，这5块钱应该讲是救命钱。马章花对艺术充满追求，他和袁雪芬志趣相通，两个人一起对传统剧目《梁祝哀史》中的庸俗成分进行了删减，出演了富于新气息的新戏《横娘》。这样一位富于艺术才华和创新精神的优秀艺人，却在恶霸流氓的恶意中伤下抑郁成疾，年仅20岁便匆匆离开了人世。说马章花呢，是我到现在都不能忘怀的，有几贯。在我一生当中演戏演那么多戏啊，总是少讲几百出戏吧。他当过不少人，做梦就是做着马章花，跟他在一起演出，没有做到任何人的，就做到他，可见他给我印象太深了。所以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这种默契啊，互允啊，那个即兴的创作啊，有好多共同的。
所以这个人我到现在也忘记不了。如果他还活着的话，我想他的作用一定会比我大。所以我记得54年我被选上全国人民代表的时候，我首先想到马占华。如果他还在的话，这个代表应该是他，那可以代表这个剧种的。为娘绝情谋察，是你无情所为呀。就在闪电小生马占华离开人世的同一年，1942年，他在天星剧团的搭档，有闪电红星之称的芝兰芳也不幸离开了人间。当时他也只有20岁。和马占华同时代还有位有名的旦角，叫芝兰芳。芝兰芳呢，是1922年出生的，他比马占华小1岁，和袁雪芬同年。他也是越剧故乡嵊县，他是知间路村人。他小时候呢，是在家乡的凤鸣舞台学习的。他在演唱上呢，一开始最早的时候是学萧丹桂的唱腔。那时候他成名的时候，当时就有人称他为小丹桂。他在这个1939年到上海来，当时呢就加入了第一舞台。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1941年
他和马占花一起组织的天星剧团，他们合演了《恩爱村》。在这个《恩爱村》里面，他当时因为处在一个女子越剧改良的时期啊，还曾经用了流行歌曲这么一种手法。芝兰芳呢，他的唱腔也非常的有特点。他的唱腔的特点呢，就是吐字非常的清晰，它的旋律呢，也是在平缓当中，有的时候会有一些一波三折的这么一种处理，而且整个的这个旋律进行是非常的流畅悦耳，当时被称为支调，就芝兰芳调，简称支调。这种唱腔呢，也对后世有很大的影响。我们现在大家都非常喜爱的艺术家王文娟，他就是学芝兰芳的唱腔的。最初的时候，芝兰芳啊，他的演唱风格相当鲜明，他是自然流畅、清新脱俗。他善于用海底翻的那个技巧。这个什么叫海底翻呢？就是唱第一句唱完了之后啊，他那个余音啊可以不绝如缕，一直延续到第二句唱出来，这当中不断气，这叫海底翻。他经常用海底翻的技巧，在这个清版演唱里面获得台下的掌声。可惜这个他所灌的几张唱片里面都没有清版，这是很可惜的。他不仅是得到观众的喜爱，而且当时报业啊，就是办报的对他也深有好感。报纸上面曾经对他有过这样的评论：嗓音之充沛，坐标之细腻，念白之清晰，小动作之周到，是芝兰芳成名之基石。歌喉之悦耳动听，是老牌后，也就是诗银花之后，恐仅其一人耳。那么这个评价呢，看起来呢，有点过分，这个还不完全是这样子。但是由此也可以看出，这个芝兰芳当时在上海演艺界的影响。奴家林黛玉初爱花木，今见圆花浪迹，人人淡淡，好比那可怜人也。
芝兰芳在乐坛迅速窜红，以致有一支足以压千红的说法。当然，这其中有捧场的成分，但它确实具有着一定的实力和影响力。我记得在演梁山伯祝英台的时候，祝英台来扩领的时候，我就办了一个死去的梁山伯，我就躺在床上，偷偷的在看芝兰芳老师扩领的一些动作跟感情，甚至于唱腔。那么我记得这个过去演恩爱村的时候，那是观众很多，恩爱村的唱腔呢也关了唱片。那么当时这个戏是确实很红的。那么我呢也偷偷在学，那是施公寮的时期。我记得演《西厢记》的时候呢，觉得我看了以后觉得蛮新奇的，觉得虽然很简单的啊，我现在想起来了，没有那个简单的那个改革，我想也不可能有现在那个复杂的那个布景啊、服装啊、这个音乐呀，觉得都是路啊，都是一步一步走过来的。《红楼梦》黛玉葬花这张唱片，我补充一点，就是为他拉二胡的那个琴师啊，叫邢雪琴。邢雪琴呢，当时是施银花的琴师。芝兰芳为了灌唱片，特意到施银花那儿把他借来，请他来为自己拉琴。从这个唱片里面，如果我们对越剧音乐比较关心的观众，可以听出来，这个里面的二胡的演奏的技巧比较高，家话非常的流畅而妥帖。那么为什么呢？因为邢雪琴这个琴师啊，他对京剧、绍剧、豫剧和江南丝竹都有很深的造诣，所以他在这个为施银花以及现在为这个芝兰芳伴奏的时候啊，他自然而然的加进了许多这个其他剧种的因素，但是听上去还是四宫调，甚至啊，他可以把一个西皮的原句把它用进去，拉哆来发咪拉哆来哆这样的句子，他可以都放进去，放了2、3次，但是你听起来一点都不感觉到生硬。两位个性不同但同样富于天分和追求的闪电新星，都在20岁上黯然陨落，他们都死于流言，死于恶势力的摧残。令人欣慰的是，他们的死加速了袁雪芬等越剧姐妹的觉醒。好了，观众朋友们，今天的学文赏析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看。